手機嘅相機鏡頭離唔開都係追求夜拍嘅質素高嘅。但係今日特別啲，今日 LG G4 有30秒曝光時間，可以玩到樣平時手機 normal 做唔到嘅嘢。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 Flashing Joy Lorema。LG G4 上次同大家做過深入評測，都 conclusion 講咗佢相機鏡頭係靚嘅，因為 f1.8 大光圈加上 OIS 2.0，三軸防手震，夜拍一定冇難度。但係今日再出片嘅原因係要玩下佢個 manual mode 手動模式，除咗一般 ISO、white balance 或者係個微距可以自己校之外，最長快門時間有30秒。咁 long exposure 咁第一樣嘢諗到嘅係 light painting。light painting 正常手機做唔到嘅，咁所以我哋今日玩下可能傳統同 DSLR 會玩到嘅，做個比拼 versus。咁所以第一部分玩下個 light painting 先啦，第二部分同大家做一個 versus 咧係個成像質素同 DSLR 做個比拼嘅。睇下 G4 個級數去到邊一度，咁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評測。好啦 ，light painting 好簡單嘅道理就係曝光時間入面，佢只會係你畫咗個筆觸或者係有反射嘅物件咧，有光源嘅地方先至 capture 咗喺張相入面。所以如果大家第一下閃燈之後唔再幫自己打燈，然後不斷畫筆畫咧，人就一個影嘅啫。咁今次 LG G4 有30秒曝光時間。配合翻個夾架加上個腳架咧，已經做到相類近嘅效果。呢張係 DSLR 影，清一啲嘅色準度高，但係 G4 出奇地做到類似嘅效果，非常 impressive。到底要啲乜嘢呢？咁首先當然 G4 一部，另外要 DSLR 或者係 mirrorless DC 都得嘅。咁嚴格嚟講，我手上呢個係 QX1係 mirrorless， 要最好有閃燈，咁咪方便一啲嘅。另外夾架咁一般係自拍神棍剝得出嚟，最緊要可以駁得上腳架嗰一種就得㗎啦。咁同埋腳架固定翻個手機同埋相機，最緊要呢一度。同埋我哋今次特別會用多一部手機嘅，因為我哋要用佢眼 LED 燈做個畫筆畫嘅步驟，用到電筒都得嘅。如果大家有嘅話，咁我哋方便用翻手機。同埋最緊要係大家唔好怕黑，同埋要有個全黑嘅環境，新手要不見五指。如果唔係，你個人有反光咧，就做唔到呢個 light painting 嘅效果㗎啦。咁今次點解會營造到呢一個效果呢？咁因為 G4 頭先講到 manual mode 入面有30秒曝光時間，咁但係我哋要揀翻啱個色調先嘅。咁我哋校翻啱個色準去到可能5000 Kelvin 啦 ，around 呢個數。咁另外 ISO 我哋要校到最低50 ISO。我哋影啊，咁我哋中間咧，咁其實畫任何筆畫嘅時間，大家可以聯想到啦，就係你畫個筆畫會成像出嚟嘅。咁我哋就用個手機電筒 LED 燈。頭先張相點整嘅咧？咁其實就我哋將眼燈射落個牆度，因為個人相對係比較暗嘅，咁就會有個黑影。咁跟住我哋就畫翻大家想寫嘅筆畫。要留意啊，公仔就猶是可，但係如果係筆畫嘅話，因為左右係調轉咗㗎，咁大家可能要用 software 調翻轉張相先得。咁一定係用 DSLR 啊 mirrorless 影咧，個質素一定係高一啲嘅。咁好清啦，同埋暗啊，成張相係會個 background 暗一啲嘅。用啲 LG G4 咁，雖然係今次 background 會係光啦，咁同埋唔知點解會有個黃色，可能我 tune 咗5000 Kelvin。咁但係成張相佢雜訊喺光位嘅地方多咗之外咧，其實做到類近效果係好 impressive 嘅地方。另一個地方我哋做法咧就可能係等間會睇嘅，就係閃一下用咗個人影，然後大家就唔會再見到㗎啦，即係個人唔會鬆郁矇嘅，因為我哋就唔會再用燈照，等間我哋實拍嘅時間會全黑嘅環境得出嚟就係咁啦，都幾得意好玩嘅，大家可能有機會都可以試下，幾好玩嘅。好啦，咁嚟到呢個部分係時候睇 LG G4 vs DSLR。DSLR 用係 mirrorless， 咁嚴格係 mirrorless 啦，唔係 DSLR。咁佢就係1寸 APS-C 嘅 sensor， 咁另外就係 f1.8 光圈35mm 嘅定焦鏡。咁另外呢個就用咗 1/2.6寸CMOS sensor， 咁另外就 f1.8 光圈。廣角咧係比較大嘅，咁所以我哋今日主要比就係個成像質素、顏色嘅色準度、鋭利度同埋邊緣位置嗰個模糊化程度。咁事不宜遲，睇下呢個 G4 去到咩地步。因為 G4 係 OIS 2.0三軸防手震，造就到我0.5秒曝光時間都唔手震嘅夜拍，用50、100或者150 ISO 已經可以有好光嘅成像效果，所以個質素上個雜訊亦都係低咗。
質素係高。但係一定要彈呢，就係邊緣位置，因為廣角大啊，咁同埋就 F1.8 光圈比較模糊同埋偏紅嘅。至於 QX1 都係F1.8 光圈，但係35mm鏡，所以造就個景深效果係更加明顯。另外邊緣位置咧，佢係控制得比較好嘅，比較清晰，色調亦都係比較準確。整體而言啊，其實今次 G4 喺日拍嗰度其實已經足以可以媲美到微單反或者係 DC， 非常清晰同埋成像效果亦都係好理想，除非放大去睇先分辨到。但係夜拍依然係有距離嘅，因為邊緣位置模糊化大啊，同埋就係都有雜訊偏紅等等問題。不過 G4 overall 可以做到光軌或者係 light painting 等等嘅特效咧，其實已經係一部令人喜出望外嘅相機鏡頭嘅一部手機。今日分享就去到呢度。如果大家對呢部 LG G4 更加多深入想更加了解嘅地方咧，歡迎下面留言發問提出啊！另外就係接住落嚟都會有其他唔同手機嘅 versus 片俾大家睇嘅，咁大家繼續密切留意翻 Flashing Joy 同訂閱 channel， 特別鳴謝 Logitech 提供相關手機用作評測嘅。今日分享去到呢度，下次再見。